丰台为高雄登陆，高雄即马是继续咧拼丰台号。国家警部的监视嘛，提醒民众平均的风力是有12级，阵风是有14级以上。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咱今连线互记者彬真甲小勇。是主播会当看到讲，三都是丰台登陆高雄以后呢，这高雄市区的风雨实在是非常的大，尤其是这个风的部分啊，平均的风力有到10级，也那阵风的部分有到14级足强，会当看到讲这路的树啊，规个是拢散倒去摇摇摆摆，这风啊规定啊像咖喱啊风共款，规个是乌白线，非常的危险。不管是人或者是车，是拢无法度伫咧车路顶头来刷叮当的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即马呢风力是愈来愈强哦，所以千万唔好伫咧外口来刷叮当。而且即马呢已经有树啊一直倒落来，包括讲有这个空板的部分，嘛是拢渗落来。所以若是伫咧外口的人一定爱细心。佮加上讲啊，即马呢其实这个路顶的部分嘛有去互地倒去、渗倒去的状况。啊，伫咧四维路的部分啊，其实有民众讲，一个早前的这个事情的作业，其实这树啊的修正工课其实并无成做好。来听看伊安怎讲。愈倒愈济，足步。台之前无修正吗？无，拢无用啊！伊个顶管拢无正，你无看？随着丰台登陆了后呢，这高雄市区的风力啊，又是继续伫咧增加。包括讲咱一直收到国家级的警报，民众的简讯内底拢收到这风力平均的风力有到12级，甚至是阵风的部分有到14级。所以提醒民众一定爱洗浴，千万唔好出门，因为即马呢伫咧车路顶实在是非常的危险。以上是现处是伫咧外口掌握上新的情形，先甲时间叫头，交登去互主播。